傻天使之前已經介紹過一塊有願望嘅石頭，今次我透過井中天認識咗一塊有心嘅石頭。喺好耐之前，有一個少女偶然咁樣認識咗國家嘅國王，佢愛上咗呢個國王。佢將所有嘅心情都同一塊石頭去傾訴，久而久之，呢塊石頭就成為佢唯一嘅聆聽者。由於呢個少女身份低微，所以經常都俾人欺負。有一次，因為佢幫一個受咗傷嘅奴隸而得罪咗當地嘅貴族，貴族派人去教訓呢個少女，於是少女逃走。少女逃走到呢塊石頭嘅前邊，忽然之間呢塊石頭喐，而且仲變咗一個石人，將所有貴族士兵打死晒。原來呢塊石頭每一日聽住呢個少女講心事，已經將佢當為一個知己啦。石頭原本好希望可以親自安慰呢個少女，但係佢始終係一塊石，佢唔可以講嘢，唔可以喐。不過少女遇到危險嘅時候，佢就即刻變為一個石人去幫佢，呢個真係一個奇蹟。國王佢覺得石人係一個好大嘅威脅，於是佢派軍隊去消滅佢。但係今次石人冇還手，因為佢應承咗少女以後都唔會再殺人。後來石人帶住少女去到一個冇人居住嘅森林裏邊，好悉心照顧少女。不過少女始終個心都係想住國王，無論石頭做乜嘢，始終都係唔可以得到少女嘅歡心。石人覺得國王係一個罪魁禍首，於是將國王殺咗。少女去知道石人殺死咗國王之後，佢好傷心，病咗。但係佢冇怪過石人，因為佢知道石人係一塊石頭組成嘅。佢點會明白人類之間嘅感情？冇幾耐，少女都過咗身。石人睇住少女，佢將佢攬得好實，好難過。喺呢個時候，佢覺得自己有一種錐心削骨嘅感覺。原來少女已經融入咗佢嘅心，變為咗石頭嘅心。喺呢個時候，國王嘅軍隊終於都趕到，而其中一個士兵，佢用箭將石人一箭穿心咁樣消滅咗。於是佢哋過去檢視石人，發覺石人身上有一個標誌，呢個標誌就係兩個紅心加一支箭，我哋經常見到嘅愛的憑證。